大家好啊，我叫菲菲，我以前呢係一個 ICU 嘅姑娘嚟㗎。咁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同埋我嘅健康心得。早年呢，我老公因為係急性嘅心臟病離開咗我啦。咁呢個突如其來嘅打擊就令到我呢深深體會到健康嘅寶貴，預防勝於治療嘅重要性。而家呢，我平時要照顧我媽媽啦，咁我媽媽呢就有腦退化症啦，同時自己都有長期嘅痛症困擾啦，例如我係有呢個椎間盤突出啦，咁日日都要同呢個痛楚搏鬥喎。正因為咧經歷呢啲嘢，我就明白到身心健康對於一個人嘅重要性啦。咁我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同各位同路人分享我作為醫護人員嘅專業知識，結合埋我自身嘅康復路程同埋生活嘅點滴，無論喺呢個痛症嘅管理啊、長者照顧啊、情緒健康啊，同埋日常養生嘅小貼士，我都想同大家交流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快樂咁生活，好好享受每一日。如果你都係同路人呢，或者你想了解更多健康資訊，就歡迎你 follow 我啦，同我一齊學習成長。